好，非常喜欢今日欢喜来呢个节目，今日开始了单元，大家来讲，大家听错都有可能会有个问题是过敏，比如讲过敏鼻孔嘅问题哦。所以今日要强调係來一次中那個新易燃消息可注意些，從未注意來到大家來分享注意。好，各位鄉親大家好，我係小兒科嘅先生謝昌偉。分享注意，分享先生來到節目地圖吼。今日來討論嘅問題吼，當葡萄，你下吼感覺係文明病嘅感覺，聲音也好，睇音也好，通常都是講我過敏。我有過敏嘅問題，比如講，一開始咪講像我是不是講，我一看到先生，我是講，先生我鼻孔過敏當樣錯，到早先一行以來水聲，下就10倍以上，係冇是講你看我父母強黑眼圈，先生講你過敏，所以今日咧大家都討論啲啊，咁個先生講，先你講一下乜嘅係過敏，嚟鼻炎過敏，這是什麼東西？你要了解嚇乜嘢都過敏，一當重要呢。過敏第一在市場度講翻譯講是講過度敏感啊，你講係講你本腸道、本病毒跟本細菌腸道一些，身體你有免疫系統啊，刺痛會想辦法讓佢哋壞東西打出去啊。不過過敏嘅成因是講佢對咧緊張反應特別多嘅東西，佢未強讓佢打可能佢當嚴重嘅問題咧。嘅免疫系統反應當強啦，叫做過度敏感啦，就是過敏是安尼問題啦。過敏你有過敏體質嘅因哈，你像你可能是講有過敏體質，過敏體質係咩意思？是講你免疫系統當敏感啊。先生，咁從我唔定係有過敏體質，冇咁講我有過敏，我唔係皮膚過敏咯，我係鼻孔過敏當樣錯，咁我有過敏嘅體質冇？咁一天你係有過敏嘅體質，只是表現出來。你下衝到看到的是鼻孔啦，鼻孔，還有那個是佛他，就那個是皮膚外開為樣啊。但是它就有聲音呢，它聲音就是腸胃過敏大家表現出來冇一定強樣，佢全部嘅你傳染呢個過敏體質。哇！所以基本嘅我主持呼吸類醫療單元研究我中醫了解，所以我是有過敏嘅體質。你有咁樣體質，你講你表現出來是用鼻孔表現出來。鼻孔，該我就講問一下，該有白黑感染機，有可能嘛有過敏嘅體質。係啊，就這樣講哈。它就是木柱啊。流木就是過敏，木柱開嗬，有啲人係皮膚過敏，所以梗係要過敏嘅體質嗬。不過大家是會問你，奇怪，先生講過敏係過度敏感免疫力，就是一下就發現有安用嘅問題，它馬上就反應出來。到底為什麼造成過敏性鼻炎的原因？以前哈仲喺蛇些啦哈，當時過敏嘅，跟醫生就唔會看過敏，佢做乜看啊？佢傳染病啊，傳染嘅，咁多嘅病啊多，那麼是該寄生蟲啊、細蟲啊、尿蟲啊，以前係蛇些就冇呢病，不過呢個環境已經變化，其實真係遺傳啊哈，我看有過敏體質嘅人哈，你像阿爸阿妹，用啥東西有會過敏嘅哈，呢個成因哈。過敏機會差唔多100%以上，跟遺傳已經有關係。那個杜氏法用咩？你下多，你食東西嘅習慣有冇看到？你講素食店啊，你講喺麥當勞嗰啲，佢全部用炸好嘅多，跟沒有關係。那個加工過嘅東西，你講你便利店賣飲料，呢種買賬。你買個飲料，用係塑膠罐咧，係嘛？塑化劑沒有關係。所以簡單講來講意思，因為科技進步，生活習慣啦，條牌農業社會冇強改變咧，所以都市化咧，你當到年數都改變，對，所以講到年性。聽下主持人開始講，你文明病啊，那其實咪做啲上就文明病，你係食歐嘅文明病啦，老年嘅文明病有難治嘅咁問題啊，嚇。其他哈，像體力反應啊，體力氣候啊，回家食東西，全部要差。體力反應，然後大家少解一下哈。那種用呢個花粉症啊，即係主持人講花粉症。花粉症是講，嘅花每個樹木花佢有傳播花粉啊，而且佢有繁殖啊，所以你天嘅時間哈，今天日天嘅時間。
发动可能些其实会出来，cái澳洲嘅美國人嘅，還有日本人當多，那日本人國民當多，你主要係對花費。台灣人有下麼？台灣人最慢係下多國民，cái肺衛生、塵蟎，好是，所以實是係先生講嘅體力氣候改部分。冇錯，你是東西咩啊？歐化食物哈，素食店嘅用嘅，以前傳統嘅你阿妹東辛苦啊，為煮本嘅成因是啦。嗰種係下要鹹味，你下想選蘿蔔要冇？我唔啊，都冇我唔是啦。係，不過先生，師兄先生講，先生大家要發現喎，其實講咧講其實伊嘅體質嘛，講咧講其實外在嘅因素，不過一點微酸係內在因素，不過從我爸爸媽媽會咁講，佢講你很奇怪，你當奇怪呢？我對路冇過敏，你又會過敏，你嘛個過敏咯，因為我對出冇問題，是你都係過敏。所以我可能是後面的因素啦，有錯嗎？你你也當重要問題是哦，你會傳染，你個阿爸阿妹就，你講一定會表現出來，也係會當陰瘡，嗰時後輩也都有幾點，你做得處理嘅啦，佢會傳染是會傳染，你從我未希望係上當過，問題我然後冇按過啊，所以。其他嘅幾點，你做得嚟處理啦。係，所以講到咧，先生都冇影響，因為過敏大家會講，你身體有過敏嘅體質，你表現出來嘅症狀冇強咯。咁我就等於咪講，剛才有過敏嘅體質，剛才冇有過敏嘅延伸出來的那種疾病。要睇你兩順曬講嚇。係。過敏出來嘅疾病啊，係我啱只是下多瘡痍，喺個皮膚，慢慢就會變到咩皮孔，變到木珠。做每就會變到埋白黑。你差唔多是找安尼安尼健康，咁講就因素來分嚇，最多係係鼻孔啊，最多鼻孔過敏最多啦。其實當到成因吼，造成以後原來是下手，該衛生紙緊手，有冇緊手，實在係冇法度。所以師兄先生講誒，不一定會表現出來。你有過敏嘅體質，冇一定哦。不過當然，東因為係因為你有過敏嘅體質，它就外顯的表現出來。先生有講嘅鼻孔啊、皮膚啊、木珠啊。不過你喺度講哦，像係一般嚟講孕期，因為係講，因為東你講孕期到2歲前的過敏嘅，你講預防寶寶過敏嘅方法。你講因為特別強調了預防。對啊，為什麼呢？因為過敏嘅成因當難吐。當然吐，你要吐我一解吼，你是當飯，你燙到款先生，按不了水唔聽，你像鼻孔過敏嘅成因哈，按不了緊塞鼻，因為不舒服啊，不送手，水唔聽，就先跳進行蠕動啥，多數有緊分性所以用白講預防過敏兩個事情當重要，第二尤其哈，你第二強調嚟講，慢慢後面那些開始需要注意。因為講做家嘅原因，就阿妹本身是有過敏嘅體質哈，你自家需要注意。你未講買嘅東西就唔會食咯。你自家是當地講會過敏嘅東西，你是盡量要避開。你自己就要注意嘛，行擺嘛唔會影響到聲音。你下就會靠大家哦。買嘅東西係會過敏。你講唔好講買嘅啦，你是講你成日直接想講，你反正啲背度當到東西。但係你講濕嘅東西，買嘅東西係咪過敏？灰塵、灰星。你講濕嘅東西。咁講到濕嘅東西，地圖嚟講係嗎？好，咁講下。好。大殼嘅啊，大殼嘅海鮮、海產啊，大殼嘅海產啊，咁講蝦膏、毛蟹、空頭嘅咁嗰啲東西冇食那個應該講花蹄條啦，蹄條啊算哦，你講蹄條，那個該核桃你兩邊下少些，那個麥粉嘅東西冇食，麥粉，米粉做嘅下好，麥粉做嘅東西要下會過敏，所以你講你哋後面你自家需記得，嗰啲東西我要本身我要過敏，我希望我嘅成員冇過敏，所以慢慢。
放迄个先啊，是第二，该条东西尽量少些。一般你睇家糖豆也可以3斤是有啦吼，如果家本身上一烤一下冇上豆，如果麦粉哦是真的，应该是上豆冇上豆呀，对啊，核桃，因为大家都求坚果类冻心那种，如果还得注意。应该做的什么？应该有做的。做的，应该会新鲜啦，啊，会气感应该，你讲当豆腐就和变半烟啊，那是会变半烟的。欣赏你其实欣赏讲有的是绕口会气的，就是好品质的食物。是啊，你像应该活鱼店点到去哦，是2条鱼的，开始当。那可以吃。开始喊唔会就。你活鱼的啊。这做的是系吗？这个例子举得非常清楚哈。不过大家有想到无？不过线上讲到下讲的系讲运气哦，做妈妈的注意。不过系讲你成日讲出来过后，该讲出来过后会容易来注意预防过敏嘅方式咧。强向镜片先聊下，你等下再好好再来讲。讲到那些人嘅消息靠主人写创会线上来到节目里，读到大家来分享哇，今日讲到过敏嘅问题，放声应该是这自家所注意咯，系冇行摆过敏，只是当辛苦哦。不过讲出来过后，有会气呢，有乜嘅特别注意嘅部分吗？3年来讲哈，你出世以后，你还系鼓励妈妈吃烟呢啊？咁个烟呢哈，因为过敏嘅过敏源啊，还系会烟呢。调讲烟呢本成烟，所以你讲嗰条为过敏嘅东西，你系尽量做去尽量抹熄啦啊！喺个烟呢哈系最好嘅，最好嘅，因为佢系烟啊，呢系烟，當然系成煙嘅，成煙呢係唔會本身愛過敏，呢以前寫些啦，仲喺家下出世哈，使用煙嘅同時，家下冇買過敏，啊保妹哈，佢禁止下好嘅啊，冇家下放喺露台是可以是嘛，其實是牛奶，牛奶不牛是嘅，牛其實那個加工過像煙奶安些哈，個每經驗是全部是因為配方奶煙奶哈，是牛奶做嘅奶粉啊哈，開始個免疫動多，睇下你講嘅溫敏平啊，一東西做得好，開始個免疫多，跟樣板來講哈，因為哈，你以前有啲致敏源啊。佢就會照出來。你像一般嗰種我們買得到嗰種奶粉啊，佢有用嬰兒配方奶粉，佢冇特別去加工和處理啦嚇。其實因為吃到嗰牛奶係外來嘅東西，嗰時會過敏會照出來。錯。係講因為過敏體質原因嚇，佢反應是當強。所以睇下是嗰主持人們講啊。通常講買水解配方，買水解蛋白配方。因為講一般的蛋白比如講係安胎渣啦安胎渣的蛋白，你當簡單是會講你唔免愛東西，其實會免疫系統會被帶出來。對，就是你容易上面實驗，因為免疫系統會見到健康，就是需要嚟排東西，怕排肚肚其實排除越來越強。所以你要用咩？我可以切下水的，对，要不然安太的，你是切下水的，要说水解啦，要把蛋白质水解，我睇下水解配方有分部分水解，然後完全水解，完全水解是講切到當時，成因是當然唔會過敏啊，問題係佢免疫系統有冇被適當的鍛鍊啊？你係咪講肚肚？偏頭感染那些哈，免疫系統唔會走出來，所以你是取中間部分水解啊。哇！所以你講呢些你講去買部分水解配方。所以其實線上老大家都分享講的是很黏力。第一些那個原理跟那個知識，意思是講，為什麼人體對於按用嘅變法真的是漱口，真的是學習很多了解的，按用大家所注意。不過大家會講，係咪有過敏體質嘅成因，好容易得到感冒，好會感到，好會昏倒，有冇？你講哈，你當奇怪啊，你當奇妙，大家可能想會解哈，其實哈，過敏嘅成因一下唔會本該偏頭感到，明白？因為佢嘅免疫系統隨時係
高警觉啦哈。错。因为去过度敏感、过度敏感嘛，去你过敏啊，去随时都去准备好咧，啊，其实下唔会本该偏多减多。对，因为一般因为讲，哎呀，你有过敏嘅体质吼，你身体冇人好哦，所以你后尾反倒电动，完全电动。唔过讲到咧边，有因为问咧，讲先生啱讲啊，只是分唔清楚嘅，相信嘅成因系讲反倒，啊，只是分唔清楚，佢系反倒就系感冒，咩反倒就系过敏，所以就是感冒过敏。分唔清，感冒呢啲分開嚟講嚇，感冒應該係分程度啦。好像你講埋上呼吸道感染一樣，佢就全部係分偏多，冇是細菌感多。好，感多你嘅抵抗力出來之後咧，最多一禮拜2禮拜，冇事就係未會好。啊，過敏是長期啊，你只要多多買東西。啊，像因天氣變化一些，一變天幾時開始就出來？錯。啊，開始可能過敏。啊，咁個同一隻時間你容易比哈。係。像你啲病毒哈，過敏你下會開始。紅瘡係寫造成紅瘡嘅時間。紅瘡嘅時是打太久，打時間長天，長出門。啊，咁個熱天一曬，完全冇問題。對，錯。其實對冷空氣過敏，還有啦氣候變化、溫度變化。冇錯。你看很多冷度嘅人哈，其實隔幾年都喺身邊。好差唔多1禮拜2禮拜才會好。你太天就在安尼來分啊。所以其實是像先生講嘅。你簡單講咧，你就是長期觀察嘛。因為過敏嘅問題，因為吃到其他，因為感冒好咧是好咧啊。不過過敏因為吃到佢平常時啊冇用嘅，怎麼達造型係冇該溫度一變化，所以佢馬上該整條是出現咧。那你就可以定義成因係咪有過敏問題？冇錯，安因分是啲。安因分是啲嘛。那個因為感冒哈，變切到啊，呢啲成因會發燒啦。哦。但係過敏唔會發燒。過敏唔會發燒，所以比如鼻孔開啊，你發現成因哇鼻孔。會唔會幾易走？開始有可能係過敏嘅問題嘛？吼，你係看到過敏，因為容易講過敏，大家發現到鼻孔係流鼻水啊。咁我係嚟問一下鼻膿，當到特別一般先生看時，先生咪講，你鼻膿嘛個塞？錯嗎？因為問人家問題，因為嚇，因為講要將變行到鼻竇炎啊。鼻竇炎係講你嘅鼻膿長期。1日、2日、3日冇好，幾時會？咁個開始嘅。該冇分啊，冇分，因為過敏鼻孔過敏嘅人，基本上見流鼻、見流鼻水、見塞鼻，嚇，咪會流鼻膿。冇當好分，係講醫生有冇問嘅，其實講有時嚇會講係鼻竇炎啊，佢主要問題係安尼啊。哦，所以其實講到呢邊，還有一隻凍蟲來，而且成門已經得到了，真是凍麻煩。上次吼，你本身上看，還蠻看，你看到你嘅面是講，你過敏吼，烏毛腳，黑眼圈，係冇？講醫生做久嘅哈，會看面相嘅，係啊，真係會看面相，哦，眼歪哦，你有過敏，有，也不，伊特別因為以前嘅因為講，愛出面咬人，愛摸水泡，所以冇做強霧霧，其實大概冇關係哈，有冇因為按相反哈？因為過敏嘅人暗時是水泡。你見細片用嘅時候，所以水泡意思係講，會直接掉到嘅兩部腔會走出來，部腔用慢走出來，啊，像主治醫哈，你要過敏，因為雙腿會塞皮嘛，會，啊，塞皮哈，塞皮，以前都塞皮，你塞皮嘅些兩邊嘅血流啊，不通冇痛，兩邊啊，因為你嘅血流係安樣，兩面兩條那檔，啊，表面嘅。血筋啊，然後會倒了，會個倒了片來，鼻孔了來，喺個了木柱碰損了，要個靜脈啊，會過來了，你倆食到其實會出嚟啦，你可能血筋倆買食，就是槍塞，呢個哈，你倆血哈流到了位，其實會冇強出來。所以是因為你塞皮啊，你係通過去啊，通過去。係，所以主要係唔係你水泡，係你直接嘅問題係你塞到，
啊，食到就水唔好，水唔好水唔強。所以根本唔係水唔好，父母強，係因為你鼻孔有問題，你食到，只是因為你呼吸不流暢，你晚上根本水唔好嘛，所以提議你是變性的父母強，係因為你過敏、鼻孔過敏嘅問題。當從人哦，唔係單聲父母強哦，係面會合喎。哎呦！難怪我上次沒吃到，我係面汪汪死啊！我問題還有一隻東洋錯，我老先生講到2點什麼，還有提3點，講實在話，你鼻孔切到吼，你頭暈腦脹，冇錯，完全冇法度專心讀書，所以上次吼係講數配唔好，數配唔起來，其實也唔係你嘅問題，係過敏嘅問題。所以啊，其實啊，一定要講做研究啊，嚇，因為我講過動兒嘛，一定講注意力不足過動啊，周先聽。成因吼，去動彈法真心動吼，佢其實動到過敏嘅成因，因為佢暗啦冇睡好啦。係，所以其實根本是係因為冇睡好造成嘅關係嘛，吼。咁我講到呢一篇，大家是咪問啊？過敏醫得好冇？過敏係一隻體質啊，嚇。要點解講？佢會聽你醫啊？嚇，咁講醫係講盡量咧，撇開嗰條會俾過敏嘅問題啊，哈，我過敏源盡量避開哈。其實佢睇會漸漸見到健康。我一家嘅經驗哈，COA 到差唔多3年線、4年線，是會明顯變好啦。你講完全，你講完全可以講係咪是唔會？該唔敢講，因為你就是因為讀到嗰個過敏嘅東西，可能就會走出來啦。咁個當中因為講啊，比如你有過敏，佢講你會改變你嘅體質。譬如佢當中因為講，從鼻孔過敏，你抽水是會好。有啲因為咁講嘛。有啲係。係啊，有啲因為講，你係講冇一隻環境帶，比如去到好乾燥嘅地方，天氣好嘅地方，有可能你體質改變，你過敏。會啊，跟住其實係講，你處理過敏體質嘅一部分啊。所以其實就先生講起來，其實鼻孔過敏，你講鼻孔過敏，現在講鼻孔過敏，可能冇法度進行系統。咁其實簡單講嚟，你嘅腎發風險係乜嘅？你大概體風係乜嘅？吼，你嘅腎發挑乾，自家注意啊，自家嘅腎發風險是來注意吼。咁個還有乜嘅？吼，你做啲來分享，聽出嚟注意，聊下常常嚟講。聽到謝主任來到節目底，都老大家來討論過敏嘅問題。過敏前先係啲人講耳朵現瘡拄到朋友講有過敏冇，大家都講住。當然過敏係一件當普通嘅事情。不過前先有過敏，感覺係小問題，其實根本有可能係大問題。不過佢乜嘅大問題之前先嚟問咗問題乜嘅。當媽媽會講，我用嘅啲係成日有過敏冇？我為啲生死吃到佢怪怪，我諗啲佢係食到東西過敏，最食埋嘅東西過敏。所以先生喺度都係用呢啲。呢個係導致人嚇，佢做讓做隻檢查，手血去檢查，他就係簡單做皮膚測試嘛，佢你有當東西做到咧皮膚啲唔多，可能有過敏反應冇，佢檢查出來其實都當到嚇對乜嘅過敏，佢係做方式啊，不過你下建議係講，睇下一開始講。有過敏體質嘅人，冇天會走出來啊！所以我影片可能對下講過敏，可能是下講什麼事情啊？所以我遲到你下醫生建議係講，自家會做日記啊，日誌，你講飲食日誌，你睇我過敏到底係是做一項，我睇下基本你食了買嘅東西，上下都去記起咯。我是內胃係咩肺清當多嘅地方，基本係咩就變天。媽媽可能會鬧COA寫隻飲食日誌，咁唔是研究啲，喺比較就喺下準啊，不過是下媽媽係辛苦啲。嗰是冇法度，因為過敏細小譬如講基本，叫你過敏呢，有時候臉馬上就過敏嘅反應都清楚。你想想佢，家下當然有時到暖，有時到風吹透，到底係暖，到底係風吹透，講實在話做個小試驗是。下擺雜個女記是啲，發現下擺要是暖，冇是風吹透，有應是啲，可能係暖。開始做，開始講飲食日誌啊。飲食日誌哈，我說媽媽好辛苦，我先生要講我係講你都不去管它，你嘛冇去調整你嘅生活方式，長期可能要重新睇問題。我你係冇插機哈，給你挑戰機哈，我今日從你啊，因為你人。自家會呢啲啊，自家會保護自家啦。錯。所以其實對緊外來嘅東西，叫佢見到經驗同經驗做。
本来冇白下就變白下，嘿，食鼻湯叫做鼻竇炎，怎麼辦？寵物嘅問題，你嘅睡眠品質睡唔好，精神條精神會都唔好，會變過動啊，所以喺個耳孔嚇，其實鼻耳孔我呢咪糖清楚，氣管發癢。其實係建議大家多注意啊。嘿，所以其實你想看看大家會講，哎呀，過敏冇乜解，其實衝起下來，你其實這也是你的生活，你生活嘅品質會受到影響。你嚟講唔解爆下嘅問題比如講發癢嘅問題，因為你整體來講。你整體來講，應該生活品質受到影響，就不舒服。尤其係鼻孔鼻孔過敏原因精神會很差。就是我，係捱不過講到呢篇先生就講，那用嘅實嘅，問先生講做啲根治，冇先生講，哎呀，有冇白圖，怎麼辦呢？先生要幫大家生活地圖嘅寫建議。你講大家做潤通對乜嘅？平同全部有。你講實在話，醫療單元做到三高，然後性重平，然後反正你乜改平，線上都講有潤通。第一是文明平啦，因為你行去走下，走行路下少，當然是錯人啊，掃描啊，你走條路咪用電腦啊，錯人啊，你從來未關於錯人啊。係啊，線上有潤通嗎？我拍咗退什麼？算，喺個病嘅東西啊，喺個痛甜嘅東西，喺個要破嘅東西啊，梗未下嚟過命。不過講實在話，大家線上喺度呢邊咪係咁樣講，冇是痛，冇是甜，冇是好解腰。喺個你唔好痛風，因為當到灰先當到灰嘅就你係講比痛風，我只不過係開緊嘅清新機啊。就是因為你下推翻嘅講實在話，空氣冇咁好，空氣地圖嘅塵蟎嘛凍到。喺個嘅我睇地圖最好嘅濕度啊去差唔多控制下，從濕到從燥都唔好。喺個我睇地圖盡量唔好要嗰種過敏原嘅機會啊，你像你啲體壇啊，有時凍到會狂灰先是點啊？好可怕！那個我睇肉膠用鳥嘅讓鳥嘅摸跌下落去摸嚟喎，所以喺個嘅因為情緒啊，你水摸嘅你講嘅皮蛋嘅對吧？摸叫摸錢佢其實當到灰先就解，你試試解唔掂嘅，喺個摸田是水啊，我講嘅沖涼啊，沖涼叫摸一秒你一秒係全部灰先。我就本先生講好，你下當時係早已大掃除嘅感覺，不過講到你下邊講那現熱睇成日大家都問下，因為思強先生講嘅，因為你下應該文明平過敏感應會鬆動，一般人是會講，哇，你一定要用防蟎的寢具，是水膜溶解屁蛋，解的先生有效冇？有效。係講你係成日確實，對嗰種係灰先要過敏啊，你要冇按多時間去等於去洗，等於去曬，其實你係建議用防塵蟎嘅寢具㗎，因為等於有水啦。你冇時間，而且是直接接觸，從冇直接接觸。我係咁個先生又要講啦，比如講係講呢個過敏拄到嘅冷空氣就係講溫度嘅轉變，因為要過敏感染，先生要講就要戴口罩。但係冷藏我袂當熱，落去是吹冷氣，應該是做口罩戴呢。喺個周天條站紅窗，改短時間，寒冷，你準備是先戴件口罩。天氣寒，稍暖時拿開來，係其實該當重要。係啊，我就做啲分享一下細細嘅生活地圖嘅細建議吼，係講你係鼻孔過敏當樣從嘅嘢，譬如講你睡到5、6點、6、7點準備愛防解那個時節，夾口罩先戴起，你嚟講紅窗上戴哦，先戴呢有冇？係冇吼，因為我自家嘅感覺是係我冇做8克嚟，先是先睡到嗰邊，你嚇手啦衛生紙。可能是用雪狀以上，所以該東西夾帶起來，可能本來要用雪狀，可能出5種，所以減少啦。喺個底下咩千寶係寒冷啊，暗不退就寒冷，你不看地表都是屬於房間都可以洗拖嘢耐熱啊，咁而家寒冷嘅天嗬。cái皮公就很難會食皮。嘿，不過講到你最尾先生，我大家來講一下，其實吃的東西、食嘅東西，還係有一些影響。
因讲系像了这东西哈，对国民有下好的，啊，还是下你也是综合维他命就卖得多啦，然后C E 啊，你还是唔多讲，而且讲咧欧米伽3来鱼油啦，哈，你以麦钙、鱼肝油、地白都是当多。鱼油嘛，鱼油，鱼油哈，应该有抗炎那些是做些，因为国民党厉害，抗炎应该还是做些。一般人来像癌，没做得些，就一般人平常时是做得些。做得些，那个你系讲某时间，啊，某是讲当然时间，因为该梅头某当吼，麦钙地白都当到欧米伽3，啊，该鲑鱼地白都啊。鲑鱼啊，大西洋鲑鱼啊，因为我本身东西是属于点鲑鱼，该四川是当多，我自家煮面做的。啊，这个东西。哦，还有先生讲的嘛，维生素 C、维生素 E， 这也是算健康食品，也系确实对该国民有帮助的啦。也唔系肉片啦，肉片嗰啲你系肉，唔系肉嘅你系。保健食品啊，吼，然后做得安讲嘛，从嘛吼，你是系先生讲的比较有益的营养素吼。不过讲到你片先生又讲到，比如讲过敏源的测试，比如说抽血嘛，对不对？先生他皮肤过敏的一般人，皮肤改过敏，我像皮讲对我来讲，重新改生发地图改让用动态，我起到动干苦。不过有种人可能连皮肤过敏起码都辛苦。冇错。其实过敏处理重要，其实表现出来的方式冇重要。他讲啊，这个是皮控啊，这个皮肤啊，你处理的方式的重要。是讲皮肤还唔会，本该天气一样安排啦。不过还系要啦，你是个天气还冷，还燥一些，都会开皮啊。系啊，係個皮膚變開啊，咁咪要影響啊。咁個皮膚嘅過敏對嘅肺腺冇按直接啦。冇錯。皮膚嘅過敏主要係對濕嘅東西。所以你講到皮控過敏嘅時間，因為特別注意，你平常時生活嘅時間，水膜啊、空氣啊、你嘅屁蛋啊，吼，你都講到皮膚嘅時間，可能你對濕嘅東西要很好注意。但皮膚過敏係咩？就做得去做檢測。重要，這個檢測重要。一樣嘛。它因為其實算過敏檢測嘛。係啲，你就抽個血都做得做安樣嘅過敏嘅檢測，吼。冇錯。所以皮膚也強壯。皮膚也重要，所以皮膚不下也強壯，所以現在最尾吼，上新苗又最尾又本所有可能有過敏體質嘅媽媽，然後健康營養嘛嘅建議嘛。有啊，像之前我寫些因為洗洗不很好嘛，哈，以前我媽寫些是講本來上做東西，叫佢鍛鍊我嘅身體。錯，你行想法要改過來嘅，你講你係有過敏體質嘅人吼，你盡量唔可以去挑戰佢啦，唔可以掐連自己啦，因為你根本去接觸嗰啲過敏嘅東西啊，嗰個過敏嘅反應，見到影響，你就見到簡單吐啦。所以你未講強重成嘅咯，其實你係保護佢啦，你保護佢講，你長時間，我嘅經驗係到差唔多30年先嘅下。結果保妹是當好土咧，所以先生講嘅是係莫以挑戰佢，而是避免皮面佢督導哈。所以大家非常感謝注意，基本上冇動態，是冇注意。好，鄉親朋友聽下來，繼續嚟做認同了。